观众朋友老早，欢迎收看《八月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新闻头起先来看行政院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新的财会法施行了后，地方分配税款会增加4000亿，中央财政减真济，所以嘛会记这4000亿。若外界关心的军公教调薪税3%的部分，并无摆入去总预算内底。行政议会21通过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因应新版财会法实施。行政院刘德荣台指出，每年中央分予地方的统筹分配税款会大大增加4165亿，比起今年加58%，也予中央财政出现坎坷，爱就近应用。中央政府明年在中央政府总预算再加上特别预算两项加起来，举债刚好是4000亿元。每年度总预算税入28623亿，税出3350亿。115年度总预算，若单纯以正数别来看，无加计考虑特别预算甲基金，社会福利支出8318亿相关，占27.4%。教育科学文化支出5566亿，第2位，占18.3%。国防支出编列5488亿，占18.1%，第3。经济发展支出4275亿，第4。然过每年军公教调薪3%，并无纳入每年总预算。军公教人员是否加薪的状况呢？我们会在经过这个审议委员会之后再来评估调整。目前的话是没有排入前来的总预算案。政院指出，过去4年来已经3摆调悬军公教人员薪资，起伏是11.4%，考量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等各等因素，每年总预算案无纳入军公教加薪。针对军人待遇调整甲警消体育条例部分，也会提出适限。可以马上依事件的结果来进行必要的调整，必要的时候也会追溯不回。既然要增加国防预算，就应该要用在我们的基层军人身上，不要让他们感到心寒。今年在追加预算中就已经名列国军待遇提升经费，明年度也会持续增加。我们还是要思考公务人员公平性及是否有违宪疑虑。政院正式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施政方针同齐送立法院到阳台发声，希望朝野党团会当以过去审查预算共同经验甲共识，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搁爱伫宪政体制之下符合预算法精神。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预算是9495亿，创下历史新高，差不多占 GDP 的3.32%。行政院刘德荣台强调，这届有参考北约的标准，要向国际展现咱台湾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阿帕7直升机发射2.75寸的火箭弹，爆炸声音真响。陆军航特部日一伫屏东仁寿山靶场做年度实弹射击训练，场面真壮观。行政议会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创下历史新高，有达9495亿。估计占 GDP 的3.32%，年增率是22.9%。仿照北约的计算模式标准，具体向全世界也向国人展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强调这届国防预算参考北约的标准，所以伫总预算支出，除了有国防部主管的军事投资1616亿，作业仪器1990亿，人员仪器2008亿。阁包括退役驻役官兵退休的给付1064亿，海巡支出295亿等等。特别预算的部分，采购新型战机399亿，海空战力提升计划293亿，也有预计编列的1176亿，加上非营业特种基金654亿。包含3个特别预算，一个就是海巡署的特别预算76亿，剩下的1100亿。这是国防部所编的特别预算，是有2个案子，一个就是国土安全韧性的特别预算，另外一个就是防卫韧性的特别预算。国防部说明讲，特别预算当中，1100亿分做2案来编，其中防卫韧性都是外界所讲的军购特别预算。8月初8已经送去行政院等咧审查，不过中间传出预算的规模会到7000亿，可能会分做7年来编。国防部驳回讲，这也未定案。详细的编列情形，必须等到行政院审定之后，我们在适当时机会对外界做个说明。
不过，各方院学者集中分析，提到特别预算的武器采购甲研发支出总计是3484亿，不过作业预期敢若1990亿，双边严重无平衡，可能无法度确保摕到武器的装备有合格人员来操作，甲有够的燃料，也有必要的保养甲医护。目前可以说是军购采购的高峰期，随着新式装备的导入之后，后续的这个零组件的采购也会增加，来确保国军的这个妥善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分析认为讲，国军目前军购的项目注重无平衡的战略，会当用更较少的人发挥出更较大的防卫作战力量。后续要甲火药甲零件等等保护条，嘛应该赶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太平洋高压大台湾，即阵吹东南风，各地头拢是好天烧热。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东半部温度31度至33度，西半部31度至35度。大台北甲中南部外山区温度会搁较悬，有36度以上。气象署也针对台北、新北甲台南发布高温资讯。台北红色灯号上悬可能会到38度。另外，目前菲律宾东边外海的热带扰动有机会结做风台，虽望对台湾是无影响，不过水汽会较热来。较方便的台东甲恒春半岛，拜六礼拜较会落雨。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炎天赤日头，昨台北市区就出现38度白关温。提醒乡亲后礼拜原来会较热，水若啉伤少，可能就会着沙，严重的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一名外送员前日亲像因为天气烧热，造成身体无爽快，突然跋倒伫木心派出所头前，好佳在警员发现，将伊紧急送医，加化解危机。他当时的脸色非常苍白，同事就先给他喝水，然后顺便帮他叫救护车。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礼拜各地温度偏悬。拜五针对台北市发布38度红色高温警示灯号，新北市36度柑仔色灯号，台南市是黄色灯号。明天的话，预估在西半部普遍就是34、35度左右。东半部在31到33度，那特别可以看到是在大台北及中南部的近山区，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医师提醒，民众在高温环境中，若水分啉无够，搁大量流汗，真可能造成热伤害；若严重，可能造成热着沙，造成器官衰竭，甚至死亡。中枢神经原本调控热，后来不能再调控了，那就温度一直报告到40几度，那个就马上会挂掉。那个时候就赶快紧急降温，所以有发现的话就赶快已经想办法把它降温，冰块或者是水赶快把它降温就对了。根据卫福部统计，8月初1到20为止，因为热伤害就诊有376人次。医师提醒，3个患者是热伤害高危险族群，因为本身体温调节能力较差，加上有一寡药物会影响流汗排尿，无法度将热气排出去。所以，若出现并巴贝托、心跳加速、意识混乱、昏迷等症状的时，就要赶紧设法降温，搁及时就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草根就朋友做伙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达成调研共识，汽机车货物税减扣税要延长到至03年，旧车换新车上济会当减扣10万块。来看《自由时报》，空军退伍剩4的少校飞官去互中国买收，全勘据落答，找现今的国军，甲飞弹机密资料摕互中国。但法院是判决2年2个月。落尾来看联合报，清华大学要合并私立中华大学，这案的教育部是已经核定啊。中华大学确定明年2月开始停止招生。9月初九，运动部特别正式挂牌啊！那部长的名单到当时拢还未公布。即阵有风声讲，奥运的金牌李勇要来做部长。那中华奥会主席林鸿都是认为讲，李勇是选手出身，伊对训练和比赛会更较了解。那假是做部长也袂歹。才拄去成都世运会回顾参会，行政院长邓永泰都互媒体问起修任运动部长，敢是李勇？9月9号，谢谢。邓院长指笑咧讲9月初九无正式也无好认，也毋过5、6月时，体育界传出，除了学者正于锁定选手出身、各形象真好的选手为部长人选，包括李勇、郭兴顺、甲罗颜芬。随运动部9月初九就要揭牌，有媒体报道李勇会接任，也毋过李勇的经纪人表示，目前无接到任何通知，不便回
行。中华奥会主席林鸿德讲，官方无公布进程拢属于传闻，那利用出现会能带来新的气象。或许是一个新的气象，那它就会对一些比较这个基层的这一些体育的这一些部分。因为他从那里出生，他会更清楚。扩展这个国际体育的外交，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前体育署长张小喜认为，利用的口才真好，真有想法，那会当伫这段时间好好学习，对运动部发展有帮助。其他领袖的选手也真会议，运动员转战行政体系有指标意义。拼死拼活才好不容易也是拿到一个2面奥运金牌，这真的超级不容易。然后又是双打这样，所以用选手的角度出发的话，肯定会不太一样。如果是运动员出身，然后他们对于全民的这个运动的风气啊，具有影响的效果。那部长呢，他可能比较着重在精神上的领导，好，所以我想应该长官这样的安排，应该有他独到的地方。有2届奥运金牌公权，李勇继续为丰富完整幕后真关键权益，退休了后伫国体进教，参与公益活动，更加强调，毋是互每一个人拢正做选手，才是推广运动。这甲运动部要大力推展的全民体育是同款的。有学者讲，若有3位真袂歹处长协助，相信李勇会当将家己的工作做得真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政治消息，明仔载都是罢免投票啊！台中市长罗秀燕昨日特别请假，陪中部3位立委去拜票。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去南投，甲立委友好来做势。另外，新竹县这罢免林书明的罢免团体是开记者会，指控林书明贿选。不过林书明表示，这拢是抹黑。我跟大家报告哈，我今天要请假1整天哈，抢救4位委员，因为担心大家掉以轻心哈。宣布请假1天，因为台中市长罗秀燕要连赶市场，去台中甲南投的选区，甲面临罢免的南亚立委徛台，请民众支持。采取民进党一定爱顾民生、顾经济，莫武斗争，莫武罢免哈。8月23罢免投票，剩上尾的2天。在最后的时刻，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去南投，替友好徛台求支持。很谢谢竹山乡亲对友好的照顾跟栽培啊。那今天也是特别安排的韩院长来竹山陪同友好车少。希望讲咱住伫外口的、住伫台中、台北的咱的少年的南投朋友会当伫这礼拜嘛会倒来投这个同意罢免票。罢免友好的团体去市场扫街，希望争取乡亲的支持。也若新北市面临罢免的南亚立委罗明才，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做伙扫街催票。不同意罢免。也若新德县罢免南亚立委林书明的团体，甲新德县立营民代召开记者会，批评林书明无法度代表少年人的心声，讲他像有贿选的行为。在他的政策说明会拿了3条面子加上2条吐司，这个算不算贿选？这个是有待我们法律来做说明、来做查证哦。我们剩下短短的2天，我们全力冲刺，全力以赴。针对罢免团体的指控，林书明讲这拢是造谣，无想要加做回应，敢若讲会持续宣传、甲选民交流，希望当提高投票率。记者综合报道。那核酸敢要停拍，也是明仔载要公投。美国总统川普有伫咧网络抛文批评绿电拢是骗人的。不过，国内支持核酸停拍的和适党市长董子贤，伊讲虽然无认同川普讲法，不过台湾若敢若绿电无核电，颠倒会损长环境。核酸厂重启公投23要投票，台南县包括离岛的18万外张的选票已经送到位，因为甲选罢法的规定无同，伫8二三投票之天，一个会当进行公投的宣传，煞重启核酸的民众党会自南到北进行快闪活动。民众党杀的核酸重启公投23要投票，党主席黄国昌带党公职，车队扫街宣传。对经济部前几天伫 FB 讲，台湾核电今年5月17已经全部停机，不过咱的电价也是比日本、韩国较俗。黄国昌无认同。请问一下经济部，这个是用什么代价达成的？过去电力发展基金台电用的剩多少？然后拿纳税人的钱补贴3000亿。
现在亏损高达4000多亿，数学能力都出问题了吗？美国总统川普批评再生能源，讲风力加太阳能发电是世纪大骗局，全力挺核三重启核数董事长董子贤无认同，也讲到日能伫台湾发展的困境。谢谢川普总统的忠告啊，我不会采纳他的意见。台湾如果没有核能帮忙，一味的做绿能，对环境会是一场浩劫。那些学者不要彼此互相辩论或批评了，而是所有专业知识都用在如何在核安上面能够更进一步。23就要投票，民间团体再一遍强调，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加速能源的转型。赞成核三重启，常强调电价高、空污、缺电严重，但实际来说，台湾在国际上的电价仍偏低，缺电危机也比8年前大幅改善。以反空污之名去支持核三，然后却忽略了长期烧核废料或核辐射物质管理不当的一些状况。官团呼吁无应该重新启动超零电厂，也质疑台湾到即马也无处理核废料的解决方法。对此，民众党强调，核废料处理不是今仔日才发生，历经执政9年外，到今年才用2000万正学者研究有关核废料处理的法则，和台湾落后国际社会正多。记者综合报道。若要提案要修刑法甲刑事诉讼法，国民党的立委提出无期徒刑分级制度，要分做3级，上重爱关规4人，袂使加刑。法务部嘛表示支持无期徒刑分级，不过民众党要放任羁押理由，法务部是表示反对。若为做伙大声发口号，国民党立委吴宗宪提案修订刑法，甲有期徒刑的合并执行刑对上重的30年提悬到40年。国主张死刑释宪案了后，已经真歹判死刑，当刑犯大多数是无期徒刑，才提出无期徒刑3级制。过往的制度里面，25年得假释，但下一阶就跳到死刑，这个中间的空白确实也太大，所以当死刑有存在，而且必须存在的同时，无期徒刑也有分级制度的必要性。根据目前的规定，逢判无期徒刑，只要刑满25年，就有机会加释。吴宗宪得杀的分级制是把无期徒刑分作3级，上重的第1级终身监禁袂当加释，过来是第2级申请加释进程都要坐加40年，上轻的第3级是维持现行的25年。为了台湾争口气。若是哪位提出修法，民众党立委黄国昌等人嘛提案修正刑事诉讼法，想要甲3大羁押事由内面的倒空共犯也是证人抬掉。面对南北小连续提案修法，主席的法务部回应讲，照法务部的版本，甲无期徒刑分2级，一个是故意犯罪引发死亡的结果，袂当加释；第2是维持25年。不过因是对病案的提案严正表示反对，都是惊严重冲击到侦查效能。诈欺案、虐童案。乃至于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命脉的共谍案、营业秘密法案件，这些犯罪都存在着勾串共犯或证人的高度风险，并没有如果不予羁押，又可以防止勾串的替代手段。法务部提出数据，讲到今年7月，全国羁押禁见的总数是2154个人，内面诈欺和毒品就占7%。尤其检方查到的电信诈欺犯，当年的人数拢一直起哩。其中逢羁押禁见的诈欺被告内面，当年有90%的理由拢是有特警和灭证的疑虑。连检清检界嘛批评讲，若是修法成功，都是暗砍犯罪，会恶化台湾，汇流子孙。现在刑诉的法案连一读都还没有一读郑明谦又这么急的出来当民进党的打手，法务部有没有基本的羞耻啊？丢不丢脸啊？面对法务部大动作来回应，黄国昌是甲呛转去，讲法务部变做民进党的狗，是配合在做政治操作。若被提案落尾唔管敢唔通过，都已经提前受到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向要超陆欧停战，不过这阵罗西亚是搁向乌克兰的西部发动无人机和飞弹攻击，尚无1个人死亡，15个人受伤。看起来战争是要收煞，无遐简单。
这栋厝捣毁了，消防员喷水拍火，不过已经未好啊，规栋厝拢烧了了，车也烧甲剩车架啊。罗斯亚用574台无人机4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西部，伫咧外匈牙利边境的一间美国电子工厂也被攻击。We want President Trump to see, to understand that Russia is destroying American business in Ukraine. 罗斯亚国防部讲，攻击的目标是乌克兰军工企业有无人机工厂、仓库、飞弹发射场，甲乌军一级的所在，并无针对平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这笔轰炸有美国工厂被攻击。До реч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е підприємство виробника електротехніки, і це побутові електроприлади, нічого воєнного. 即天罗双方分别伫咧乌克兰东西部展示军事成果。乌克兰的影片显示因夺回顿内刺客，俄罗斯也提画面证明因摕到乌东的村庄。这款代志拢是发生伫咧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北京主持和平谈判，伊国家罗斯亚总统普京通电话了无几天，罗斯亚讲要谈会使按照步来。泽伦斯基是指控普京一直拖时间。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устойчивом,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 долгосрочном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有一位美国官员讲，国务卿鲁比欧2日会甲欧洲各国的安全顾问进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未来安全保障的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伫咧美国，捌因为法定节目《庆红》红号做美国上温暖法官的卡普里奥，这个月20因为腰鞘线感过身，食到88岁。卡普里奥主要是判一寡交通违规的事件，伊用刀刃审判决使人钦佩。即阵伊过身的消息，互真侪人真唔甘。We handle all the traffic cases within the city of Providence, and as well as petty misdemeanors and environmental matters in the city. I've been on the bench since 1985. Enjoy my job immeasurably. 美国真出名的法官卡普里奥，在法院温准之下，为2000年开始，伊家审理的过程翕做实景节目，号做人民法官。这个节目伫网络顶真清。伊嘛号做是世界上界甘心的法官。卡普里奥2023年年初宣布退休，不过煞伫同一年年底得到腰鞘癌，而且伫社群平台公开这件代志，嘛看到伊倒伫病床接受治疗的相片。经过要2年抗癌的过程，伊的亲人最近证实，伊已经伫咧28岁，食到88岁。卡普里奥伫 IG 的卖将都超过300万，伫 YouTube 顶悬的影片，卡袂到都100万人来看。看过伊影片的有超过10亿人次，而且还佫捌几届得到艾美奖的提名。另外，卡普里奥审理的交通案件，真侪拢是收入有限的艰苦人。其中一个真侪人看的影片，是一个96岁老阿伯，因囝63岁，有身心障碍，佫着癌，赛车赶要载因后生去病院抽血。I'm 96 years old and I drive slowly and I only drive when I have to. You see that young man over there? That's my son. Now, he's looking at me saying, Dad, when you're in your 90s, you're going to be driving me around. I wish the best for your son, and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your case is dismissed. 卡普里奥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真侪网友拢来伊的社群平台表达哀悼。卡普里奥称在用深色的方式来化解案件。网友嘛，俄罗讲，伫咧严肃的法庭，伊有一粒善良的心，嘛展现对弱势族群的同理心。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科技进步 ，AI 当时行，要查资料是真紧真利便，不过资讯敢正确就爱斟酌啊。法国媒体发现，即马有一寡网站靠 AI 写的文章，写的拢顶答毋是事实，目的就是要写人点入来看，卖广告赚片头。上害是目前也无法律通管。在网络找找资讯的时阵，现有公信力而且被大家所用的网站，常常先出现伫个找找结果内底。不过对一寡成分的网站，你敢未确定伊的内容甲来源是真的？法国 France 24新闻台调查发现，为看起来正确而且有依据的专业资讯，其实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内容。France 24新闻台记者发现一篇经济学的文章，作者是经济学者吉拉杜范诺。网站列出伊的相片、作品甲学经历。记者联络伊本人了后，才发现这是一场骗局。Obviously, this is not you, right? Absolutely not. There's no confusion there. At first, I wondered if this was the editor of the newspaper or the journalist.
Then gradually, as I read the article, I started to wonder i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d written the piece. 记者调查了，发现这网站是假网站，文章作者是虚拟人物，相片是 AI 形成图片，真惊人是安尼网页数量真大。France 24记者就伫 Google 页面顶端发现超过130个安尼网站。为什么会有这假网站的出现呢？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所不在广告。记者调查发现，这网站若达到1000万访客，就能得到10万美金，相当318万台票的分润。这就是这充满 AI 生成内容网站存在目的。在 AI 工具的辅助之下，这网络编辑就用共一时间处理有40个网站，每一个网站一日就用产生出150多篇的文章。这工作伫厝内就完成。记者调出一个叫做“微动”的网站编辑，用稳重式摄影机录这内容。We have questions to ask you about the site. I don't want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It's not that hard to understand. I'm just someone trying to make money and to feed my children. By generating a very large amount of articles thanks to AI, it's borderline plagiarism. That's not true. At no point would we use someone else's content. 记者问伊，一篇文章是引用女性期刊的一篇报道，对照之下，真侪内容用要共款。不过微动拒绝回答。目前这个文章依然在网络的流传。记者社会问Google，得到的回应是公司咧积极关注产制大量低品质文章的假网站问题，针对特定网站使用这个操控手法进行讨论。公司新闻张淑芬评论。有愈来愈多未成年的囡仔有手机通买，要安怎阻止因去接触到无适当的内容呢？荷兰的品牌 Nokia 授权予 HMD 公司了后，就开发出一种未成年专用的手机会当排除色情影像甲内容。推出这款新手机的浩明伫公司指出，虽然也是有翕相的功能，不过只要镜头出现无清晰的内容，翕相功能就会强制终止。那就网搜寻的内容，也是通讯软体出现任何无清晰影像，整个程式也会停止运作。这套由自然业者研发的内容过滤软体，并不是另外下载，而是内部建立伫系统中，使用者就算用 VPN 软体也完全无法度。We've taken our HarmBlock content filtering software and we've dropped it into the operating system of the phone itself. HarmBlock prevents the view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filming of explicit content, the sharing of it, and the storage of it. 家长也是监护人，若要限制囡仔使用手机的行为，爱先互家己的手机甲囡仔的手机连线，然后透过远端遥控管制囡仔会当以手机联络的对象，也是了解囡仔的一举一动，包括透过 GPS 追踪囡仔去过倒一寡所在。W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massive benefits in letting your child be online, not least the ability to do schoolwork. We know that parents like the idea of tracking their child when they're out in the world, but clearly there are concerns as well. 支持者认为，家长也是其他监护人，要有权力也有能力，透过这款的方式了解甚至管控囡仔对行动装置软体的使用，加防止有害内容的入侵囡仔的生活。不过也有反对的一方主张，这种时时刻刻无所不管的直升机父母，不利培养囡仔分辨是非的能力，是真无好的。事实上，除了保险丝，苹果的 iPhone 甲 iPad。也有荧幕时间 Screen Time 加 Google 安卓系统的家长监护 Family Link 同款有类似功能。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日国际上又有啥物大代志？带乡亲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和安美营公布关税谈判的细节，确定美国要甲欧盟扣税15%。欧盟表示，大部分欧洲出口的产品拢是15%，包括车、药品甲半导体。美中有新的对策，美国总统 Trump 下令派3架军舰进驻委内瑞拉外海，来因应美毒集团威胁。那中国是牵制美国的军事行动，甚至公开支持委内瑞拉总统。来看泰国查到一件毒品走私案，警方巡逻临检，伫咧一台车找到28卡麻袋仔，顶头写榴莲，实际上是700公斤重的冰毒。这批冰毒的源头是伫咧缅甸，走私经过泰国甲印尼，本地上尾站被送到台湾。
镜头转来到国内，高雄有一间24点钟的红仔册店，有人客倒伫咧包厢内底死亡。根据调查，这死者自顶礼拜5入内到这礼拜4拢无离开，伊捌通知店员要继续做时间，后来就拢无人挖进包厢啊。死亡的原因要搁爱调查。大门大暂停营业的红仔册店，小林所将在民众过来，才发现讲无开。请下你们是要来？对。日早起，这间伫新兴区的红仔册店发生不幸的意外，员工伫包厢内面发现一个消费者倒伫涂骹，较紧报警察。警消接到通报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这昏去的查甫人已经无喘气、无心跳，明显死亡，无送病院。刘兰身上亦无可疑伤势，初步研判无外力介入，后续依规定通知家属，并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相验。倒落来，警方调监视器做调查，发现讲这个查甫人是订来这间店的老人客。15开始是包机中的一间包厢，伫内面使用网络。上尾一摆和店员的对话是伫19个透早，通知讲伊要继续加时间，一直到21个透早，店员主动甲问讲敢要继续留伫遮，煞无人回应。甲包厢的门拍开，才发现讲伊倒伫涂骹，期间并无发现讲伊离开红仔册店。对19到21个透早嘛无人入去包厢，已经通知家属报请地检署验尸。4个小时200块。还 OK 啊，因为他这边又可以喝东西，又可以玩电脑、看漫画，其实还不错。红仔册店是24点钟营业，提供独立的包厢，会当洗身躯嘛会当食物件，以1点钟来算钱。民众感觉真利便，嘛有人会选伫遮过暝，顾着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警发局讲，逐礼拜会执行200个联合稽查，对象是包括电动间、特定行业、夜店和资讯休闲业。今年一直到7月为止，因已经稽查784件。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今年的载客量可能会超过8000班，有当时若伤济人有买到位的颠倒是客，甲无法度上车。为着要确保权益，高铁明年要规划新制度，规定人足济的时阵，自由座爱指定车帮，毋是逐帮拢会当上车。就算平常日早起，毋是通勤时间坐高铁的旅客也是真济。今年上半年，高铁愈运愈人次，已经超过3984万多。尖峰时段自由座车厢真客，甚至一直到对号座车厢走道，影响坐车品质。高铁董事长苏德透露，上近每年实施超尖峰时刻指定车次自由座措施，特定时段也指定车次才有自由座就处调控票数。我是蛮支持他们在这种量的控制上啊，安全控制上，还是应该要多留意。可是很多人应该就会死在自己车，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塞在车厢里面。对啊，那我觉得差异就没有很大。苏德讲，高铁运量已经到极限，未来会引进的12组新世代列车，第一组2027年下半年上线，2028年底12组才会全数上线。新车上路进前旅客量一直增加，营养特别高的90岁有4个年假，高铁规划达到18日纾困期间，推出215万张优惠早鸟票，头一摆会上加拍到5折。这些分流的策略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尖峰的那个情况去稍微拉得比较平缓一点，可能是一个机会，但是它能够发挥的这个效果一定有它的限制。另外，为着维护车厢宁静，高铁也有计修改旅客分散客约和基本新改善做法，实施宁静车厢措施。未来乘客接听电话，爱刷起列车相关，若可看袂听，相当会当依照旅客分散客约改度客约记载。现在有个9月2日起上路。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年开始，一年收入62万6千块以下，一口罩4个人收入164万1千块以下，或者是3代人住做伙，收入拢总212万4千块以下，拢会当免纳综合所得税。另外，基本生活费会调悬3000块，当照特别扣除额调悬到18万。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行政院长杜永泰宣布，政府会推出减税政策。明年开始，税厝的青年年所得伫咧62万6千块以下，4口罩的家庭年所得164万1千块以下，也佫有3代人住做伙，年所得212万4千块以下，拢毋免纳综合所得税。另外，明年开始，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个人基本的生活费嘛会调悬3000块。若以一家伙仔4个人来计算，4个人会当扣除12000块，照有所得税扣税等级来看，会当省600至4800不等。只有一直扣除一直在增加，那表示你的薪水其实在原地。我们每年还是会觉得，怎么永远快
找不起。刚出社会的时候的我可能会比较有感，平常没有那个习惯去 check 说我到底有扣多少，所以其实不太有感觉。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顶一日公布2024年家庭收支调查，每一个人会当支配所得中位数是355617块，上算的2025年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差不多213000块，比前一年度增加3000块，差不多会有超过200万户受惠。上班族来说，如果考量到物价啊，或者生活啊，还有每年通膨持续的增加，其实上班族真的还蛮无感。唔但减税减负担，当照扣除额经过修法了后，嘛为12万调悬到18万，相信明年5月报税的时阵就会当下用。对一个长照家庭来讲的话，当然他的一年的开销绝对不只是18万块钱呐，但是政府了从12万调到18万，其实也不无小补啦。政府希望明年透过实施减税政策，会当增加民众通好支配的所得。不过，主计总处顶一日才公布7月份物价变动，食外口的费用起3.48%，厝租起2.33%。减税敢会当互民众真正感受会到，恐惊每一个人的看法无同款。记者综合报道。9月就要开学啊！家扶基金会调查弱势家庭，发现有7成的囡仔厝里的状况无好，无环境通读册，这厝里无册桌啊，病嘛拢生高。而且平均每一个人这厝间那5平大小，根本无法度互囡仔伫咧正常的环境大汉。阿祖不在了，你也是一个男子汉。以后不会死掉。阿祖烦恼讲，有一天无伫啊，常常和妹妹两兄妹啊无人通照顾，因祖孙啊3个人困伫一间无够9平的家厝啊，靠阿祖挽草做山工，加上老人年金补助，斗斗咧1个月干那10000块，度过逐天的生活。咱厝是虽然是细，毋过咱嘛是过了真幸福啊。人讲的，咱莫甲人比拼，会当过就好啊。我想买给我阿祖一栋房子，我想让他住得更舒适一点。甲阿祖做伙生活的常常是一个大声的囡仔，伊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买一间杂风撇好的厝，互阿祖住。也若要升高中的小妹，因为老爸中风，厝里环境无好，要做功课就需要3兄妹啊轮流用一块册桌啊。周1就是我的弟弟使用，然后呢，周2轮到妹妹，然后周3就是轮到我，这样一天一个人使用。家扶基金会有发现讲咱帮咱的家庭啊吼，差不多大的平数，一个人会当使用的平数差不多是将近6平左右，咱比参其他的家庭比起来有较少安尼。根据家扶针对弱势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有71个家庭厝里设施拗过马桶、漏水、电火漏电，壁阁生高，若是狗惊厝租纳袂出来，若是一个囡仔因为厝里无册桌啊，房间无隔间，无一个安静的空间好好读册，而且这寡囡仔的厝里平均无够6平，就要开学啊！弱势家庭阁有新的开销，家扶基金会希望社会斗相共，做伙支持这寡囡仔。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顶个月，风台弹啊，是扫台湾，台南的灾情真严重，真侪工拢无电通用，这沙目鱼嘛死几片，即阵继续对得起啊。另外，外电的菱角本地8月底就会当收啊，嘛因为雨落伤久，菱角产量大减。府城真出名的在地点心，浮水沙白鱼鸡、加瓜姜丝，佮配乌醋，无论是在地人也是观光客，拢真兴趣味。其中这拢是用沙白鱼落去做的。配合最近有摊贩咧反映，即阵进货成本一直咧起价，局面袂堪接。那我们以片数来讲的话，一片都是正常60，它就会变70，啊70它变80。那基本上现在可能以前买得到60的、70的。他可能来就买不到了，就至少都80以上。市场用的是沙白鱼吧，实际到市场行一抓，卖鱼的贩仔讲，确实最近会员减少真多，沙白鱼价格起1-2成，尤其是沙白鱼肚起上多，会出现起价，主要因为沙白鱼的量根本无够，但那是风台造成因地性的灾损，当然反映伫沙白鱼养殖的产销顶面。一度涨幅大概在5%至10%，有的也有反应啊，反映给消费者。有的就是硬撑啊。许多渔民没有发电机，导致一些能够上市的虱目鱼死亡。那目前可能还在养殖的虱目鱼也还没达到上市的规格，
所以就造成整个国内的产业链有断层的存在。另外，伫瓜田这林角站，这回嘛，互风台损害甲真正力。原本8月底陆续开花通版林角，不过因为进前落1个月的雨，无出日头，致使今年林角欠收，农民就望政府通有寡补助。啊，你正落大雨吼，咱开花起来，啊开花起来吼，第一株花拢有拍去啊，还佫等甲伊佫开花起来，甲佫结。啊！你开一间花哦，咱个爱40天到完个啊。天做大，今年热人风灾大雨，互农渔业拢害了了，本地性的灾损嘛豆豆啊扑出来，灾后复原的脚步，恐惊无大家想的遮顺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中华鹿港一间烟墩仔场标出 H5N1 的禽流感病毒，防疫所目前是已经杀10万外只烟墩仔。这是真罕的，伫咧热天出现禽流感，不过中华是一礼拜内就出现2大灾情。防疫所嘛提醒业者要注意通风、甲降温、消毒嘛一定要做好周知。当防所的防疫人员把着病烟吞为鸟笼仔提出来，中华鹿港一大烟吞场16通报烟吞出现各样死亡，经过采样检验，确定是为着 H5N1 亚型高病原禽流感，这嘛是中华县一礼拜内第2场烟吞场胃病。一场是在福兴，一场是在鹿港，都是场内有安存不明原因大量死亡，4组主动通报，经本所人员去采样送检之后，确定为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所以我们就依规定进行全场扑杀跟清洁消毒的工作。中华县这个月11先接到福兴乡一大烟吞场的通报，13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也过无一礼拜，19鹿港毛烟吞场胃病死亡，2大烟吞场计共杀17万3000外只烟吞，是较罕的出现的热天禽流感案例。烟吞协会表示，即阵当要开始准备中秋节的会员，若是疫情摊开，恐怕对烟吞产业造成影响。这个对于我们安纯产业是杀伤力蛮大的，因为其实现在已经8月底，已经要进入到中秋节的时期。那中秋节到农历的过年，其实是鹌鹑蛋的价格最好的时候。那所以其实大家目前也开始要准备备货。东风所表示，最近天气变化大，加上前一阵大水后，开有病蠓虫，呼吁烟吞业者一定要开始做好管理消毒的工作。随后，防检所也会实地调查，了解这边热人禽流感发生的原因。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花莲万荣乡的马达安溪顶个月因为上大雨落石头，积做一个崩山湖，即阵水还未下掉。都惊会放弃做大水，林保署即阵安全监控，准备随时发布警报。治安全无落去积水湖，林保署花莲分署的工作人员时真细致，徛伫足高的石头堆，在水面装水位计，然后搁爬起顶面安装监测器，透过太阳能仪器电力，通回传所有的监测信号。水位低的地方加强固定，剩下的同仁就沿着这条线。我们就是分别一起来固定，然后如果有人气的时候，我们第2条是连线，可以从箱体的最上方往下拉。马大安溪积水湖伫今年7月底生成，用流雨太来的时，伊一时受到关注，因为伊等于是一个南化水库有效的欠水量，若准崩发会对溪尾3乡镇造成严重的威胁。它到溢顶之前的这段时间，能够更精确的去得知它每天的进水量，然后它水位高层的一个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针对这些预警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准备。林保署强调，目前确定水位离爆发顶面有40公尺，欠水量大约有4800万吨。根据目前大致的进水量，按算10月初水位就淹过爆发顶面，呼吁溪尾民众这段时间唔通到河床附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的5月到10月是石龜放卵的季节。根據海保署的統計，到今年7月底為止，伫咧台灣6大生態地記錄着96隻石龜母來生卵，已經比舊年同期的89隻佫較濟。海保署也表示，今年的生態地有佫加一笪，就是東山島，所以推算講，今年石龜母的數量有機會打破舊年756隻紀錄。
屏东垦丁大馆的海沙堡顶悬，一只海龟囝刷刷对两手爬出来，准备要爬登去大海。垦丁这间饭店已经连续2年，拢有入海龟来生卵。逐年若到生产期，业者就会加强巡视，注意看是毋是有海龟上花爬过分者，卖菜镜头来即时监控保护两手。今年嘛是垦丁这大生产地头摆完整记录到海龟囝孵出来过程。5到8月份期间，那是海龟上岸产卵跟孵化的高峰期，也会在夜间的灯光照射的时间给缩短，以及照射角度的调整，那我们来打造一个可能是降低人为光害的一个环境。除了垦丁以外，小琉球、红头树、东山、望安、南沙、太平岛，拢是热海龟的生产地。今年到7月底，拢总记录到96只热海龟来生卵，已经破去年同期89只的记录。其中新增加的东山，毋但是生产地，因为附近海域的海草资源丰富，已经成做海龟找食好所在。海保署表示，透过信号器的追踪，因发现有一只海龟顶年才去望安生卵，去东山找食了后，今年又过去望安生卵。因为那边的海草生态很丰富，所以让它们补充能量更快，从原本大概3到4年的繁殖周期缩短到2到3年，这样对族群的数量提升以及稳定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海保署强调，2024年拢总有156只生卵的热海龟，已经是近年来新纪录。今年各加一大东山生产地，有机会会当将数字再提悬。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雄昌报道。云林科技大学和半导体厂商合作开课，要招日本的学生来学。这学校会补助学费，业者也会提供1个月7万块的生活费。这阵分科大伫咧校早办营队，互学生体验，有不少人是随决定要申请课程。穿保定衫，日本来高中生甲高专生行入要保定性，听半导体相关小解，要互日本学生更较进一步熟悉半导体产业。分科大校早期间办2场半導体夏令營，吸引日本来60個師生参加。今からその成長できる分野で仕事をしたくて、半導体は最たるものかなと思って、そのうちの一つかなと思って働きたいです。他们穿着无尘服走进那个无尘室，这是体验是他对他们是第一次，所以这体验是对他们来说给自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分科大表示，国内半導體大廠圍搶國際半導體人才，去年甲分科大簽約半導體人才培育計劃合作5年，就會對象日本學生優先，學費學校來補助，業者提供每個月7萬塊生活費。他們身上有很多的創意，有很多的就是熱情，所以他們學生之間能夠彼此串聯連接哦。那這些學生一起來台灣讀書的話，他們應該會成為是一輩子很好的夥伴。分科大表示，今年半導體夏令營課程包含帶學生進入保定式實際操作，熟悉供電半導體元件，制定期大家企業參訪。有學生佇參訪了決定要申請來台灣讀冊。學校講，今年11月開放申請，有個日籍生來台灣讀半導體專班，會一年比一年較濟。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香港有真濟店會飼貓仔來做店長，想愛貓的人來交關。為着要互更較濟人關心貓仔的福利，就有民間團體佇網絡辦投票，選出上稱的店貓。香港民眾小姐翕相的這隻貓仔，才拄啊經過網絡投票，贏得最佳店貓的冠軍。店貓文化是香港獨有的街路景象，真濟店家，尤其是大貨店也是傳統美店，攏會飼貓仔，佮將因當作店長。貓仔店長除了會顧店，也為店內帶來活力嘅人氣。經過民眾攏會忍不住望因嘅頭。你覺得真係好超咁樣咯，個感覺係啊，即係你見到佢就會好舒服，又唔會話覺得，即係總之一見到佢就即係好似個心好融化，真係好治癒啊，好想同佢相處。個樣好可愛啦，有時見到佢真係瞓喺度個肚腩又得意，摸佢佢又會有時有反應啦，叫佢又好開心望住你啦。這隻叫小樂嘅貓仔，逐年攏佇自家的大貨店巡邏，雖然只有一回無得獎，也是吸引大批市場的賣獎。頭家講一開始會飼伊，是因為大貨店內較會有蟲干擾飼，這個大貨攏是免貴的水產食品，所以趕走這個不速之客，就是小樂獨立的工作。透過呢個活動咧，帶出所有嘅貓咧都值得被愛、被尊重同被關懷。
咁好似見到好多貓店長喺我鋪頭裏邊好可愛咁樣，但係咧依然咧係好多嘅貓咧喺鋪頭裏面都並當作一個工具咁去使用，可能係一個招財貓嘅角色啦，甚至乎係一個捉老鼠、防老鼠嘅一個工具。這隻叫做九吉的七歲店鳥，有家己的社群平台，買眾嘅人數超過38000人，而且也是2023年嘅冠軍店鳥。即係坦白講，生意唔係因為即係左 B 然後多或者少嘅，即係唔關事嘅，係啦。咁咪多咗人去即係關注左 B，係啦。咁但係佢對社區即係我哋附近街坊咧，好多人都會即係中意過嚟同佢傾下偈啊，或者有時就幫手過嚟睇住佢，因為驚佢出馬路或者驚佢行得太遠，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同附近嘅商鋪啊，同街坊都即係幫我哋聯繫到個感情。另外，也有愛客往來曉啊的水果店店鳥，加第4名的手機維修店店鳥。主辦單位講，雖然票選過程無真正式，單純是娛樂用的，也毋過也激發更較濟人對鳥仔的關愛。公視新聞新竹報編譯。伫咧英國有一台接電的火車，一暝走322公里遠，規座路頂攏無充電，創下新的世界紀錄，也拓展綠能運輸的發展性。這個電池火車20返回雷丁，在這進前伊就是為這出發，經過倫敦、帕丁頓甲牛津，也毋過這座行程322公里，大約是台灣的台鐵縱貫線為台北出發，直尾到高雄新莊園的距離，專程靠電池驅動，尚未經過鐵路性能協會確認，英國大西部鐵路節日 Class 23型列車成功往來。超過2021年，德國是泰德鐵路公司以柏林創下224公里紀錄。這台列車20透早4點通過布魯內爾的每點奧特標時，突破225公里，就已經入新紀錄。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for the longest distance travelled by a battery-powered train under a single charge. Now, this basically means a train which doesn't receive any external charging during that run. 鐵路公司表示，這擺路程無使用已經配備的快速充電技術，而是看單次充電會當走遠，展現電池續航能力。The fast charge technology is the thing. That's the technology that's really going to help us deploy this into a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at we did last night was see how long we can actually use these trains' battery, the train's batteries for, and we achieved a distance of 200 miles. 也毋過快充技術在未來上轉上會是重要關鍵，因為列車無可能每一擺攏走300多公里才充電，你是佇進站停靠時用幾分鐘的時間補充電力。這列車讓大家看到鐵路運輸的真濟未來性，無需要鋪設真貴的專線電氣化，就會當脫碳轉型，朝向綠色運輸。公視新聞吳連編譯。5年一屆阿姆斯特丹航海節起稿，20外個超過800隻航船來到荷蘭會籍。按照今年拄好嘛是阿姆斯特丹建成750年，嘛是航海節50週年。而且頂一屆閣因為新冠疫情取消，所以這回是辦甲鬧彩彩。幾落百台的航船做伙一個荷蘭的阿姆斯特丹港，看起來真壯觀。2025年阿姆斯特丹航海節20進行，總共辦5天，有20外個國家超過800多台航船最近來參加。當地民眾講唔捌看過這麼多台。I've lived here for 10 years actually, and I've never seen this parade before, and it's greatly surprising to me that there has been all of this for the last years, and I have never seen it before. 航海節是為了要慶祝阿姆斯特丹建成750週年，自1975年開始辦，5年辦一遍的大型國際活動。到這嘛已經辦過50週年，頂一屆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無辦，所以這邊是讓10年了才辦。Yeah, for the first time in 10 years, indeed, because the last edition was cancelled due to COVID. And we do realize that we have to connect with a whole new audience, a whole new generation who doesn't have any idea what sail is. 主辦單位估計今年的活動會吸引230到250萬的遊客。這幾天遊客人去哩這個老航船參觀，也讓參加海邊的音樂會，一個各種歡迎活動。公視新聞陳偉玲、吳其昌編輯。天氣報道在，再來關心今仔日各地台溫度。北部地區26度到36度。
中部地区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华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